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5年6月4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一个热搜的话题这个又涉及到医院医疗系统。什么事呢？就是27岁的女游客在三亚被蛇咬伤身亡，家属质疑2家医院救治延误。6月3号，海南三亚小李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27岁的姐姐甜甜在6月1日晚于三亚旅游期间被蛇咬伤，经2家医院接力救治后，于6月2日清晨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家属悲痛之余，质疑首诊的三亚中心医院曾在误诊、延误治疗以及后续接诊的三亚425医院救治措施不当，认为2家医院的处置是导致悲剧的关键因素。这个具体情况大家看视频。我还看到了这网上疑似是这个27岁女游客的弟弟发的微博，6月3号晚上发的微博。他这微博这么说的他说：“我的姐姐在新加坡6月1号来到了三亚，当天晚上回酒店的路上被蛇咬了，1个小时内跟男友赶到了三亚市中心医院，跟医生说被蛇咬了，医生看了伤口说不确定是什么东西咬的，需要抽血化验，等到了结果出来才能确定。在这紧急的4个小时时间里，因为医生一直确定不了被什么东西咬到的，出现呕吐，给扎呕吐针，打了生理盐水，当做感冒发烧的治疗方法，白白耽误4个小时之久，出现昏迷晕厥、抽搐情况，医生发现了也没有及时的救治，而是转到了425医院。425医院的急诊说让去，可笑的住院部在住院部展开了急救。我姐姐的男朋友在楼下缴费，加上来到这个楼上，发现救治的病房4个床位都有病患和家属，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发现医生，说2个护士在现场，因为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我的姐姐27岁，花样的年纪，告别了这个世界。因为2个医院的不作为，草菅人命，让我姐姐本该在花季的时候告别了这个美好世界。后来这个女游客的弟弟又发了个微博，说今天跟2个医院的领导沟通了一下，三亚中心医院呢，也就是第一个接诊的医院首诊医院，领导说他们医院没有抗毒血清，但是却把被咬伤的患者就在这个医院4个小时之久，而且中心医院是3甲医院，425医院是2甲医院，转院我想知道这个高级往低级转院合理吗？这个网上还有媒体报道，这个女游客的男朋友也描述了当时的情况。那么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也是第一时间就介入调查他发了个情况通报，他是这么说的他说2025年6月3号，一游客在三亚被不明物咬伤，他没有说蛇是不明物咬伤，自行前往医院就诊，先后经三亚中心医院和某战区医院救治无效后死亡。我们对患者不幸逝世深感悲痛，对逝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他说2025年6月2日凌晨
临时游客，就是那位女游客啊，步行回酒店途中被不明物咬伤并流血，回酒店简单消毒并处理伤口后，打的士于1点05分到达三亚中心医院，自述因不明生物咬伤后恶心呕吐，右下肢麻木1小时，来院就诊，后转至某战区医院，也就是那个视频里面说的什么425医院呢，经抢救无效死亡。我委对此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了调查组，于2025年6月3日凌晨2点26分，组织三亚中心医院某战区医院相关负责人及市应急、公安、文旅等部门与患者家属当面进行了沟通交流。目前，调查组已将涉及的2家医院相关病例资料进行封存，并联合省级专家组，正加紧开展调查处理和逝者善后、家属安抚工作。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我来谈谈我对这个事的看法啊。首先啊，这个确实啊，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事件啊。这个新加坡的游客到三亚来玩，被不明物体咬伤之后不治而亡，也就是涉及到这个他是新加坡的游客涉外，所以这个事情处理不好，那影响更大。所以一下就引起了高度关注啊。这是第一个，应该要仔细调查，查明原因啊，给各方的一个交代。第二个，就这个事情啊，来龙去脉，不管他最终调查结果是什么，对吧？当然了，这个结果还没出嘛，他只是现在在调查。但是我想啊，一个大活人，人家到了医院还是好好的，然后经过你几个小时一折腾，人去世了，还折腾了2个医院，这个不管怎么说啊，都说明咱们的这个医疗卫生水平啊，和我们的这个医疗服务啊，那是不是都还是有问题啊？你别管他是怎么受的伤，也别管他是怎么，对吧？他或者是自身原因得了病，送到医院，对吧？这个经过5、6个小时，人死了，在医院死的，那就说明这个你的医疗卫生啊还是有问题啊。具体什么问题，对吧？那我觉得专业人士啊可以谈一谈，对吧？如何提高，如何改进。从家属的反应来说，那他就是对这种态度啊不满意，处处是让家属感觉到这种漠视啊，对生命的漠视。当然这是家属感受啊，因为家属的单方面陈述啊，也不一定就那么准确和可靠，因为他有情绪啊，这个能理解啊。所以我也来谈一谈啊，这个具体的，也咱们不是医生，但是啊，结合双方的陈述，对吧？我们还大概能够判断。首先，我从医生的角度来说啊，三亚中心医院，就我也不知道医生啊，他在这个他的学习过程中啊，就是他的这个上学和这个规培啊，会不会有这方面培训？你比如说啊，这个南方湿热，对吧？常年湿热，所以南方这个蛇比较多，那他们会不会对这进行简单的培训啊？要识别毒蛇啊，这个毒蛇咬伤什么样子，毒蛇这个咬伤之后采取什么措施等等吧。我不太清楚啊，因为我不是学医的。但是作为我们普通人呢，即便你不是学医的，你恐怕也大概知道一些吧。就是毒蛇咬伤，那它有2个伤口，一般的啊，它是2个毒牙像注射器一样的咬到你的肢体，它有2个针孔，一般的啊。然后呢，它很少流血，流血流得少。如果说啊，只有1个伤口，那你基本上可以排除是毒蛇咬的，就是蛇咬的。还有，如果说你那个伤口是一排牙齿，或者牙齿那个印儿比较多，那就不是毒蛇，是蛇咬，但它不是毒蛇。毒蛇就是2个洞，2个孔，这是第一个啊。所以医生他一看，他当时就说了，那个患者男朋友，对吧？说可能他自己也说可能被蛇咬的，也就是他自己没看见，2个人都没看见。那医生根据伤口认为可能不是蛇咬的，不能确定，所以他验血等等啊。第二个，这个患者和她男朋友他们没有看到蛇，这个我告诉你啊，你有生活常识的人应该知道，就是那个灯下比较灰暗的时候啊，即便这个光线不太亮，被蛇咬了，因为我在农村有生活经验呢，农村的都没有路灯呢，对吧？黑乎乎的，你附近有蛇还是能看见的，就是尤其在你附近啊，就是1米或者是，也就是那个蛇如果咬了它，那蛇虽然蛇啊，这个游的还是比较快，但是蛇咬了它之后，它就感觉到痛，完事后那蛇把牙拔出来，对吧？松开
嘴，然后再游走，它不可能看不见。也就是这就是生活常识了。就是你被蛇咬了之后，你没看见那是蛇，它不确定是蛇嘛？也就是如果你被蛇一咬之后，你肯定要一看那蛇跑得再快，你也能知道大概是个蛇游过去了，游到草丛中，那肯定是旁边绿化带嘛，那有响声啊，他什么都不知道，他说可能是蛇，那就说明他根本就没看见。所以这个通过常识判断，结合伤口啊，确实不太像是蛇咬的。那患者为什么说是蛇呢？很有可能那个伤口比较深，咬得比较疼。所以我结合这个视频说的，还有这个他们患者还有他弟弟他男朋友说的，我个人判断啊，以我的经验，他很有可能是那种就是类似昆虫啊、蚊虫会飞的，或者是蜈蚣，什么东西咬着它，大家知道吗？就这些东西它有一个特点，它把你咬了之后你是不知道的，等你知道的时候它已经飞走了，就是它会有麻醉的。大概是你看蚊子咬你，滴着细腻的血，你根本就不知道，对吧？等到你痒的时候一看，那有个包，蚊子早就逃离现场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这样的话，他感觉自己被攻击了，一看还有流血，结果不知道什么东西，他以为是蛇，认为蛇咬的是他第一反应，但是他也没看见。所以结合这个描述啊，我认为恐怕是某些这个昆虫或者某些那个蚊虫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动物，甚至也可能是蜈蚣，对吧？这种攻击了他，伤口恐怕就一个。你这种情况你到医院，医生也不敢，对吧？给你乱整啊。那有人就说了，人家患者都说了是蛇咬的，你就按蛇啊给他治啊。你这个话说的就不负责任了。如果真的大夫问你什么蛇咬的啊，你看见了吗？你说可能是蛇咬的，大夫就给你按蛇治，那要治出毛病出来，医院一样的负责任了，对吧？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啊。另外一个最要命的是啊，即便你看到的是蛇咬的，但是你要不知道是什么蛇的话，那也很麻烦。因为这个毒蛇它分两种啊，一种叫什么神经毒素，对吧？一种是血清啊，这两种这个毒素你治疗方法不一样。网上有很多爱好者说这个游客啊很有可能是银环蛇咬的，说符合银环蛇的咬的特征，就是银环蛇咬完之后啊，就是你感觉好像攻击了一下，但是它这个到它这个病毒啊完全发作，它要好像2、3个、3、4个小时。很多人被银环蛇咬完之后，他反应迟钝的，他都没觉得被咬，但是后面可能睡一觉就死了，因为那个蛇毒起作用了，那个它是阻断你的神经传导，它就为什么叫神经毒素呢？这个导致你呼吸衰竭啊，这个神经麻痹了。但还同样的啊，就这个道理，就是说如果是银环蛇咬的，那你不可能就一个伤口。第二个就是银环蛇咬了你也会看见它，就是只要是蛇它没那么快，它又飞不了，对吧？就是说你如果说银环蛇咬了啊，你没发现，那它的伤口应该是2个洞。当然了，如果是医学专业的人，恐怕还从其他方面都能判断啊。但是我刚才已经说了，不管什么原因，对吧？人送到你医院折腾了4、5个小时，人死了，这个不管怎么说都是你这个医疗系统啊这有问题，对吧？这个责任你是推卸不了的。这里我再简单的说一下啊，因为现在这个经常户外啊或者到别的地方野外啊，如果万一不幸被蛇咬了，被蛇咬为什么要把蛇打死呢？有的人说拿手机拍照也可以啊，如果你手上没有工具，你赶紧拍照，能打死是最好的。这个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把这个要给医生看，医生要知道啊这是什么蛇，他才能对症下药，对吧？那抗毒那个血清啊有好几种啊，都是不能乱用的，不是说毒蛇就一种血清，所以他得分辨什么毒蛇。所以如果你要被蛇攻击了，第一反应啊，这你要手上有东西一定要把它打死，如果没有工具那就拍照把它交给大夫。现场怎么处理呢？现场啊，你要被蛇咬了，就跟按刚才的，如果这个蛇啊它这是一排牙齿或者牙齿比较多牙印啊，那这个基本上就是无毒的蛇。无毒的蛇呢，你给它伤口啊消炎就行了，消毒啊，你拿清水冲一冲。如果是2个针孔，那10有8九是毒蛇。如果那个蛇头是三角形的，那肯定毒蛇无疑。为什么三角形的头是毒蛇呢？因为它那个毒蛇的那个毒液啊，它就在脑袋下面，那个非常发达，你肌肉加上这个里面还储存那个毒液，所以它那个后面就是三角形的嘛，就是比较发达，它靠肌肉注射进去啊，所以它毒蛇就是三角形的脑袋。那如果是毒蛇咬的怎么办呢？那你不要跑，不要剧烈运动，最好是打电话求救，对伤口进行现场处理，对吧？如果有清水啊，就是用水去洗冲它，在伤口靠近心脏的一侧啊，如果有带子给它要扎一下，就是这个就是为了降低啊这个血液回流到心脏的速度，然后你要始终让伤口啊比你的心脏的位置要低，越低越好，这些都是为了，对吧？阻止啊降低那个
有毒的那个蛇毒啊流到心脏，通过血液，然后用清水冲洗，用这个如果你能挤，最好是去挤，不能去吸啊，因为如果你要口腔溃疡，对吧？或者是嘴里面有伤口，你吸蛇毒的话，很容易自己也中毒，那中毒更快。就目前咱们国家啊，已知的这些毒蛇里面，还没有那个蛇说一咬你真的马上就死。咱们这个农村有叫五步龙啊，是为什么叫五步龙呢？就是毒蛇，实际上就是一种蝮蛇啊，就是传言被它咬中了，你走5步就死了，就是说明它毒发得很快。实际上没有5步啊，实际上没那么严重啊，就按我刚才说这个方法处置啊，它真的毒起作用恐怕要2-3小时，你在这个时间里面能到附近的医院，哎，都没问题。刚才已经说了，就是你最主要你要告诉医生是什么蛇，长什么样，有照片最好。如果你把蛇打死了带到现场，那更好。被蛇咬了之后，它也有几个黄金几分钟自救的一个时间，那也就是10分钟、20分钟，就是这个时间，如果你把伤口处理好了，它能尽大可能的给你争取时间。为什么聊蛇这个呢？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我以前节目说过啊，我初中一个同学，这小子学习不咋地，但是他喜欢抓蛇啊。有一天呢，放学他就带我去他家参观，但是他没说他家有蛇啊，因为那时候小放学了，这就跑同学家玩也是正常。结果啊，他房间里一个大米缸，装米的大缸啊，但是这没装米啊，上面有盖子，木盖。他把那盖一打开让我看，我一看就头皮发麻，里面好几条蛇在里面盘在里面转来转去的，那缸子还比较大，那蛇出不来，都是他抓的。然后他就让我帮他给那个蛇拔牙，他摁着蛇头抓着蛇，让我拿钳子去把那个蛇牙给撅断拔出来。我说我不干。然后他要么就是他让我抓着蛇头，他来拔，两个我都不干。我一看见蛇我头皮发麻。我以前看过一篇文章啊，介绍说这个人类对蛇的恐惧啊是刻在基因里面的。当然了，也有人啊不怕蛇啊，一点都不怕，就像我的同学没事就抓蛇玩。但是大部分人是怕的，是他那个对蛇的恐惧是在基因里面。为什么呢？这个人类进化过程中啊，这个恐怕狮子老虎这些猛兽啊，实际上因为大家都防着，所以它对人类的伤害其实不大。对人类伤害的大的就是这种蛇啊老鼠这些东西，这叫防不胜防啊。我估计啊，以前可能那些小孩小一点的婴儿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肯定被蛇咬死的非常多，被蛇攻击了都不知道什么东西攻击的啊。但是这个说远了啊，说到毒蛇，由于这个女游客啊，她到现在为止对吧，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咬的。我估计啊，等到这个调查结论出来之后，恐怕才知道，很有可能啊是毒虫。但是我们啊，今天先按毒蛇来聊。为什么按毒蛇来聊呢？就是三亚他在酒店的路上，对吧？这是城里啊，被毒蛇咬了，这个不应该。如果你说在户外，在山上，对吧？在山林里面，被咬了，那个还能说得过去。城市里面怎么会有毒蛇？我在想啊，它有2个来源，一个来源就是有的饭店，对吧？他把毒蛇当一道菜，偷偷的加工啊，所以他就会买毒蛇，买蛇，而且那个蛇越毒啊，它的肉越好吃，越鲜。有的地方专门吃眼镜蛇，把它当一道菜。广东人把那个蛇跟那个猫一起烧，叫龙虎斗。我吃过1次蛇肉，吃了1块，别人没告诉我，对吧？我还把它当那个黄鳝，就吃1块，没什么感觉。但别人告诉我那是什么什么蛇，早上在那个山里抓的，专门抓了一条什么蛇，几斤，我就不吃了，受不了。很有可能啊是饭店里面跑出来的，这是一种可能，而且这个可能比较大。你说蛇在城市里面它怎么活得下去呢？它得有环境，哎，但是在郊区也可能啊，这叫城乡结合部，这是另外一回事了。正好巧了，这2天我刷短视频啊，我刷到那个台湾那个演员叫李立群呢，他发了个抖音，他说他晚上起来抽烟，在他院子里面啊，结果就发现他那个院子里面有动静，然后他把灯打开一看，一条蛇正往那个他那院子那个小缝隙那个石头缝里面往里钻，他拍到了那蛇慢慢往里游啊，一会儿就露一个尾巴在外面，一会儿就全进去了。所以说到蛇啊，对吧？第2个原因我就认为是咱们环境保护太好了，不光是蛇，小动物越来越多啊，野猪伤人，对吧？野猪把人给咬死了，这个新闻也很多啊。野猪攻击这个农妇，还有这个什么松鼠，各种各样的小动物越来越多。这个当然是我们对吧？这对环境保护啊。那野猪现在已经跑到那个城市里面，你看在网上到处都有那个短视频吧，野猪大战城管，野猪跑到那个大学校园里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吧？环境保护好了。为什么环境保护好了呢？是因为大量的人呢从农村进了城。那农村的很多地方，那山上对吧？那个地里面没有人呢，没有人，他就人一走，小动物就出来了，它就会繁衍生殖。以前啊，大家都在土地上面，因为你没有办法进城打工啊，没有工作，都在土地上面，你既要上山砍柴，
对吧？人类到哪儿小动物就少了，不是被吃掉了就被弄死了，对吧？你天天上山砍柴，那山上成了不毛之地呀，小动物也藏不住，小动物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少，对吧？野兔啊，那能抓的都抓了，野猪人家也抓，狍子，对吧？狗獾，现在这些东西全出来了，就是因为人不在山上活动了，人进城了，而这些东西一出来之后，他们就开始，因为他们天敌不多啊，所以他就这个繁衍生殖非常快。那野猪一窝的下多少啊？所以野猪就开始往有人的地方跑找吃的，对吧？各种野兔越来越多，这就是环境保护啊。但是现在已经过了，对吧？这些对人类啊已经造成危害。现在各个地方都开始组织打野猪的队伍，上山打野猪。所以我觉得啊，这些动物啊，当然要保护，但是还要为人类啊服务，对吧？要给人类的发展让路。所以我建议啊，对吧？对这些东西不要保护过了，允许把它当成菜吃了。你只要一放开，对吧？这什么毒蛇就少了，因为广东人就能把它抓吃了，广西人。那野猪也一样，对吧？你这样一放开，那是野猪是2级保护动物啊，所以你不能打呀。如果说把它从那个保护动物名录里去掉，那野猪的下降速度就快得多。正好今天还有一个新闻啊，说的是印度啊一个网红，什么网红呢？捕蛇网红，被他逮的蛇咬了，不治身亡。这个网红在印度的北方邦，对吧？他就以捕蛇闻名，他他叫豪斯拉呀，被眼镜蛇咬伤，病情恶化，被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你看看这个眼镜蛇咬的，这是很明确的，送到医院也晚了。主要是这个博主啊，是一个油管上面和 Facebook 上面非常出名的一个博主，他的粉丝1000多万、2000万粉丝，他的所有的发的视频都是他抓蛇，抓的各种各样的眼镜蛇，都是毒蛇啊。你看看玩蛇的，最后被蛇咬了，死在蛇身上。所以最好的办法啊，我是提倡允许，对吧？这个大家去吃这些东西，不要保护它。你只要一放开这些东西，它数量就会急剧下降，对人类就不会造成很大的危害。如果你还继续保护这些动物啊，那你就得加大培训，防止人类啊，对吧？防止大家被它攻击呀。怎么加大培训呢？那你医疗系统，你的医院，对吧？医生要培训，每一个医生规培的时候就得告诉他，不光有毒蛇，还有毒虫，都得识别，对吧？他们咬完之后什么样子，什么症状，伤口什么样。完了之后，每个医院还得配血清，然后你还得告诉老百姓怎么去防范，因为这个东西啊，一旦发现一条的时候，实际上到处都有了，它已经泛滥了，它没有天敌嘛。就像野猪是一样的啊，几年前偶尔看到野猪，你现在野猪都泛滥了，野猪到处乱跑。所以我是建议啊，放开让大家吃。虽然我不吃啊，我不喜欢吃这些东西，但是你让喜欢吃的人吃去吧，保证能把它吃绝了。这是最好的办法，这是最经济的办法。国外啊，外国人不喜欢吃小龙虾，所以呢，国外的小龙虾就泛滥；外国人不喜欢吃鲤鱼，所以外国的鲤鱼就泛滥。咱们这儿就不存在这情况。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